今天是2005年11月20号，藏文课是第61次。还是先复习上节课的。上节课是那个152页吧，是第77节，你们记上时态助词第77节。今天学第78节，这个课还挺整齐，一次一节。来，咱们先读啊。Lunbe Sambala Tani La Nieberdu Sam Tene Hasyang Lar Gyayudu Shubatang Hamyaji Pyedu Lübe Hasyang Ge Xiene特容撇度爱大瓦，金巴嘎热月巴尔度松索，林波那热，大菜白那个泰，大拉塞尔纳。吕巴记古伟，那差给多读读，阿妹阿内拉，空差白真读民读，吕毛大真读读切，翻过来。推明呢？年报桑瓦恰瓦尔大所。推人报切切拉修呢？在给堂有人给。确跟学瓦的。推卡尔生给送瓦那。苏年了扎沃尔三的，谁吧呢？空这玩意儿能哦，却吃吧呢？苏年太翁吃宾度过，给俺。帮给塞诺尔军，错讲特东多行真，格玛卡伊加缺秋，通金大都八堂葱。泰尔伦别，俺泰拉军监督国内，伦包南吃，国热心真紧，国啦让汤缺给，苦味参马得金。破张度亲诺，这节课的是第78节，总数是78节。数量助词，数量助词这个语法也很简单了，它就是跟在一个名词后边啊，表示这个名词的数量。咱们看它有几种现象啊。数量助词用在名词、代词或数量词等后面。表人或事物的数量，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边，表动作的质量或性质的程度。这个到后边呢，咱们具体的再来说。先看一个一个具体的啊。第一个说数量助词，那、塔、错，这都是表示门，就是各个、一些，就是表示复数的意思。用在名词、代词或名词性词组后表复数。第二种现象，数量助词藏，用在数量词后一般表大概的数目，
就是如果它做数词用的，就是大概表示差不多，大概是那么多。这个如果它用词的意义呢，它是为时的为嘛，是仅指，是那个意思。这个用在数量上呢，它就是表示模模糊糊，把模糊化啊，就是不准确，就是大概是这么多。用在表示，注意后边这个啊，用在表示少的数量词后边呢，数词后边呢，主要起强调突出那个少的作用。这分两种，一个是在肯定句里头呢，就表示仅仅，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你看跟它的词义结合起来了，就是非常少，就那么一点。这是强调少的时候，肯定句里头就是说非常少，就那么一点，表示仅仅。在否定句里头呢，表示连什么什么也如何如何，连那一点儿也办不到。就是否定句嘛，它是否定，就是连那一点儿也没有。咱们来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第一句，提车呢，葱巴鴨架暫時，葱巴鴨架暫時，葱巴是商人，鴨是5，架是500，咱就把这个500给模糊化，就是说这500啊不是整整齐齐的，它是大概是500来人，也许400多，也许500多，模糊化，所以就是大概500人。席就是这500商人，一个席就是某500商人，就是500商人一会儿一会儿多了，这呢就是有那么一会儿，不定指代词，有那么500个商人，这500个商人干什么呢？你从这也能看出来，那个范文里的500啊，就是印度人说的500啊，他就不是说是整整齐齐，就是准确的500。所以有的人拿着那个老去算那个佛经里的数字，实际上那是不对的。就是他就是说500就是那相当于那么大规模，就是几百人的一伙，它就叫500。如果上千人的一伙呢，就叫1000。它是这么一个概念。这500商人干什么呢？嗲撮儿修的。大海后边加一个然，就是向着大海，或者到大海里去，或者在大海里，那要看后边动词。这个动词是修，这个修是什么呢？就是进入的过去时。进入大海呢，就是下海了。坐上船到大海里头去了。向大海去了。向大海去，停顿一下，然后呢，仁波切冷度松，宝贝人取宝贝，图后边是松，松是走了，走的过去时，走了前边一个是表示方向，像这儿啊就是表示目的。这个取宝这不是方向，不是东南西北，它就表示走向它的目的，就是这个读就是一个状语，状语表示它这个走的这个目的，这叫目的从句。为格在那个它格里头叫你为什么去？为取宝，他进入大海了，去为了取宝，去大海，下了大海，500商人。语法意义就是说这500呢，它是一个模糊化的数字，就是有那么几百个人，去了。好，语法很简单，咱们读一遍啊。提车呢，葱巴鴨架暫時，架撮兒修的，仁波切冷度松，第二句提车，那时啊，咱们上边没讲那个那时，这个那时比上边那少个拿，上边多个拿就是在那时，下边没有拿就是那时，就没有在字，意思都一样啊。虐金阿暂时，
月金牙脏西，疟疾阿脏西，月金牙脏西，疟是危害、损害，造成危害，就是对对象造成这个损害、危害、损害。疾是给危害、给灾难，这是什么呢？就是夜叉。那个玄奘呢，在经里头译药叉，大概这个药字呢，比这个夜字啊更接近梵文发音。那个玄奘一般译的比较这个准确一些。药叉、夜叉，这是译音。这个什么叫夜叉呢？就是给灾难。所以呢，人们一般都这个害怕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它也是有因缘、有因果的，不是这个随便想给谁就给谁的，也是要你这个造了恶。所以说这个叫什么招魔是由心生魔嘛，你的心不造恶业，魔呢他没法给你，魔就没法跟你结缘。所以呢，给灾难啊，给危害，这就是夜叉。实际上这就等于是我们众生的一些恶报的这个对象吧，就是他就来给你实现恶报来了。对对，但是他是有情，他是跟你比如说你害了一个人，可能这个人嗔心很重啊，有可能就转成夜叉，就来这个报。咱们模糊化，就是说习不定止，有那么大概5个吧，5、6个吧，这么个意思。要用汉语表示啊，一般就是说有5、6个，有那么5、6个夜叉，就这么个意思，就是不是特别准确，反正4到6之间吧，也说不定7个，也不会差太多，5个左右，就这意思。有那么5个左右的夜叉干什么呢？看后边啊，给别重度翁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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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的面前，重度面前，这个以前出现过。翁呢来到了，这往前，这就是这个图就是方向了，来到了国王的面前。之后来到国王的面前，他们干什么呢？底盖界麦索，底盖界麦索，这样的话，这盖是话，这些话，戒，这个戒跟麦的区别是什么？麦就是说了这样话，之间为什么要加这戒呢？就是他给这个话呀，说了哪些话呢？说了当时所说的这些话，这个戒是所谓的所说的，说了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话，它是一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引号的作用。后边是动词，前边那个呢也是个动词，但是它俩的这个意义呢稍微不同一些。就是说了所谓的这样的话，所说的这样的话。说什么话呢？这个故事就是那个国王是释迦的前身，他统治国家，这个统治的非常好，人们都行十善，都不造恶。结果这个夜叉在他们国家呀，就给恶起来了，就找不着这个，你看看，就找不着给灾难的机会。你看看这个国家，他用佛法治理国家嘛，都行十善。结果这个夜叉饿的实在受不了了，最后找原因就说这怨国王啊。你都让人们行十善都不行恶，我们找不着那个行害的机会，没吃的东西，他们吸血嘛，没吃的东西都饿干了，说那怎么办啊？怨国王，找国王去吧。找国王说什么话呢？就说你治理的太好了，我们都饿死了，这怎么办啊？国王说那好办，说你们来那个大概就是5个。国王说你们来吧，你吸我的吧，胳膊腿4个拉开4个口，脖子拉开1个口，5个夜叉让他们吸。他们吸饱了之后呢，佛给他们说法，这就结缘。这5个夜叉是谁啊？别小看，就是佛成佛之后的五比丘，也就是那个佛的父亲的父王的5大臣，乔陈如他们。所以这个因缘呐，有时候说你跟佛结缘呐，有时候你这种逆缘或者是什么，反正你跟佛结上缘呐，总是好事儿。否则你还这个吃不着佛的血了。
当然那个时候他是菩萨了。好，这个语法现象就是那咱不说了啊，读一遍。题材月金阿占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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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重度翁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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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盖见麦索。底盖见麦索。好，下边葱巴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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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那个商人加句格，就是以他做主语。哎，看这个商人做什么啊？努尔布仁波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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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尔布是财物，就是也可以是珍宝宝贝，但是它一般是财物为主，物资、财物、财富为主。仁波切就是珍宝，这个合在一块儿呢，那就是珍宝。下边啊，下边跟这个珍宝这是个名词了，跟着珍宝呢有数词，下边就是这个数词，咱们读啊，桑东差你修瑞瓦样，桑东恰你修雷瓦样，桑东差你修瑞瓦样，桑东恰你修雷瓦样，桑是斤两的两，几斤几两的两，东是1000，也是空性的空，也是1000的千，这两个是一个字。差是乘上，差就等于是乘号。你是2，修是10，你修是20，1000乘20，20个千，2万，哎，2万。他这就是习惯了，他习惯以千为单位，20个千。瑞瓦就是值多少，值得，值多少。瑞瓦就是这个东西值多少，就这个词儿，值得，哎，值就是价值2万两。一般他们那地方可能也是银子呀，是金子呀，不知道他们当时用的当时国家用的这个是什么了啊？哎，价值2万两。羊又，批是献上，哎，又献上了价值2万两的宝贝。那个商人又献上了价值2万两的宝贝，那意思就是说前边他献过宝贝，现在又献上。我说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故事我现在记不清了，这个意思我明白，就是什么呢？这个有这么2家人呐，打官司很重要的一个证人是这个商人呢。他这个不知道是他帮别人还是他自己跟他打，反正他是一方。他的对方啊打官司，对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证人呐，是对方那个人的婶子。有他婶子的口供，对方就能胜；没他婶子的口供，对方就没有证人了。所以这个商人呢，就去贿赂他婶子，贿赂他婶子呢，他先给了他1万两宝贝。他婶子呀有点犹豫，就是说这个那是自己的侄子嘛哈，我为了钱去就是说假话去，他有点犹豫。这个商人呢就又献上2万两的宝贝。好，下边看啊，那个商人又献上2万两的宝贝，这一共就3万两了啊。这个时候说什么呢？下边是他说的话，底念度。注意，这个底念度啊，是这个商人说的话。说念不是想吗？念是心想，底念度就是这样想，这么想。都就是一个好像冒号一样，就是这个商人对他婶子说呀，说你这样想。也就是说你这么考虑，或者说你算这个账，你这个啊，你考虑一下啊，
你这么考虑，怎么考虑呢？交给他说，田中赛给妻儿，田中赛给妻儿，田中赛给妻儿。田中赛给妻儿。这个商人呢，大概就是打这个官司的，是怎么呢？好像是他借那个人的这个东西啊，他因为他去海里取宝啊，把那个船翻了，结果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回来呢，他没法做买卖，他就借这个他侄子的东西，借一次，借了很多啊。后来终于有一次啊，成功了。成功之后，他就不想还这个钱，可是这个借钱的证人呢，可能就是他婶子，所以这个商人呢就来贿赂他婶子，大概是这么回事。想起来了，咱们来看啊，他说你这么想，群事情，哎，中赛一点点小事儿。哎，这中赛一点点事儿，给七日，这个七日是为了呀，他就要求前边是属格，就是什么什么的目的，什么什么的为了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的为了这个的目的，哎，对，这个的目的，所以这个七日是为了什么呢？就在前面要属格，说这样一个目的，说为了一点点小事儿。哎，就是说你给他做了一个证啊，这个事儿太小了，这是很小的一件事，为了一点点小事儿，你看，是他为了强调这个，就是这个事儿小呢，后边他给他具体化说，气既咱妹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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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是字词句。哎，你看那个，它具体在文章里头，它可能指字儿，可能指词儿，可能指一个句子。这个地方呢，就是指一个句子，即一个句子，咱们也就那么一句话，妹吧，说你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儿，说多一点小事儿啊，也就是说那么一句话，说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说他没借他的。我没见过啊，我没见过他借我侄子的钱，就说这么一句话，哎，就是意思我不给做证就完了，或者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说那么一句话。注意后边这加了一个仨，就是说就因为说这么一句话，这个加这个仨跟前边没有关系。你在理解前边意思的时候不要加仨，你就说就为那么一点小事儿，也就说上一句话。这么一点小事儿哈，你也可以译的时候，就为你说一句话的这么一点小事儿，哎，这个仨呀是后边用的，这叫连环就是连环套，它就给这个句子它不重复了，它就加个仨。由于你说这么一句话呢，后边桑东差苏木鸠，桑东差苏木鸠，桑东差苏木鸠，桑东差苏木鸠2000乘30，哎，就是30千3万，3万两，3万两，哎，涅巴尔给肉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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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头刚看到这个词儿，涅出现过很多次了，就是找到得到，但是这个得到找到呢，不是他主观努力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不自主的，就是他也许是在找，但是没有按照他设计的那个找的路子找到，哎，他找着帮，就是一个其他的因缘，哎，让他得到了。这个得到是一个不自主的得到，就是因缘得到，不是他经过主观努力的得到。比如说就成了。就变成了得到，就能够得到，哎，就形成了得到的这种结果。整个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么想，就为了说这么一句话，这么点小事儿，你就说这么一句话，就因为你说这么一句话，就为这点小事啊，你就能得到3万两宝贝啊！你看这个商人很会说话啊，这个强烈的对比，哎。尽量的把那个他的损失的意义缩小，尽量把他这个扩的那个
得到的利益夸大，强烈形成强烈对比。然后啊，还不行，还得强调，这个时候这就是辩论术，这就是辩论术的时候，实际上一个很简单原则就是什么呀？尽量让他忘掉对你不利的那个方面，或者尽量缩小那个的意义，尽量夸大这个对你有利的方面，就是这么简单。你看，说就为了说一句话的小事，这就是掩盖了非常严重的事儿。你连你侄子你都背叛啊！你说一句话倒是小事儿，可是你侄子呢，给他借了多少钱，就一下就因为你这句话就没了。这个道德什么，他把这些东西都不提，然后给他化解成你就为说一句话啊，你就3万两。你看后边还要强调，你看啊，他还怕他不答应。paraboni， 它是对，就是这个它是这个对面 ，re 是岸边儿，对边儿就是对面，包就是名词化，也就是对面的人，也就是你的对手，叫对手对方，对，我估计这个对方比较这个，它的就是说它的实在意义本意是对岸对边儿，那个 re 啊，实际上是那个耕地的时候那个犁耕一道沟，耕出2个岸来哈，实际上是岸的意思。但是抽象意义就是对方，对方说对方呢，擦包银的，擦咱们说过是一个是热，一个是疼。这个热跟疼啊，就跟亲戚联系起来了。这个亲朋好友啊，亲戚啊，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啊，那是又热又疼，他这就取得抽象意义了。擦包就是亲人，而且具体就是指侄子。擦包就是指侄子，有时候啊可以指这个扩大一点，可以指子孙，就是后代。一般呢就是指侄子。擦包呢就是对方呢是你的侄子，对方是你的侄子。你看是侄子，本来你要是让人要是一想呢，就应该想到说对侄子应该这个有情谊啊，应该讲道德呀。他强调什么呢？他说对方呢是你的侄子，是侄子呢他还有坏处，他强调你的坏处。是侄子会怎么样呢？给娃儿狗那样，给是战胜胜利，给娃这是一个动词，就是战胜了胜利了，就是打官司打赢了，在这就是狗就是说能够打赢官司，打赢了官司。狗咱们知道带啊握是现在时未来时，不带啊握是过去时。如果对方呢是你的侄子，如果打赢了官司，如果他胜了，如果他胜了我，你看这就是过去式，给过去式。如果他形成了胜利的局面，阳也，即使他胜了也，加了一个也，你就得前头加即使。即使他胜了，如果他胜了也会下边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胜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他胜了你也没什么好处，就这意思。说即使他胜了也怎么样呢？统在即怎么样？统在即怎么样？童子儿一个咱们，这就是强调说肯定句里头，这个咱们呢就代表仅仅啊。如果否定句里头呢，就是连一个也，这就是这个否定句，说你连一个子儿都得不到，叫统在即咱们连一个童子儿养也，连一个童子儿也怎么样呢？特巴日民给若，特巴日民给若，特巴就是得到，得到，也就是说，特巴日民给若就是不能够得到。说对方呢是你的侄子，如果他战胜了呢，你呀连一个童子儿也得不到。
你看他把这个亲戚关系的这个坏处挖掘出来摆在这儿，确实啊，你亲戚嘛，婶子嘛，那就应该给作证的，又不是你要说俩人素不相识，说不定还谈这个，你给我作证，我给你点钱，这亲戚嘛就不给了。哎，他把这个坏处挖掘出来，说如果你呢，他是你侄子，你就是他胜了呢，你一个子儿也得不到。哎，你看他这个扩大他的这个对他有利的方面，哎，不利的方面他不提。最后啊，邪妹，这个就是那个关系。妹是说了这样的话，邪是说了所谓的这样的话，哎，所说的这些话。这个就是你看这一个句子里头啊，两种语法现象都出现了，一个是肯定，一个是否定。第一个画横线的那个是气既咱妹吧，仅仅就说一句话，哎，这是肯定语句，就是仅仅的意思，只让你说一句话。这个下边否定的呢，说连一个子儿也得不到，否定的呢就变成什么了呢？你连一个子儿也得不到，哎，就是都是强调少的意思。哎，好，咱们来读一读啊。从巴提诺尔布仁波切，从巴提诺尔布仁波切，桑东查尼修热瓦扬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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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两度，群军赛给妻儿，群军赛给妻儿，气既咱妹白，气既咱妹白，上东查苏就涅巴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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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瑞波尼查我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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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娃儿给我那样，给娃儿给我那样，给娃儿给我那样，给娃儿给我那样。同在既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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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巴尔明给我邪妹，托巴尔明给我邪妹，托巴尔明给我邪妹。托巴尔明给我邪妹。好，翻过来，还是这个咱们啊，咱们的用法。打托马内，打托马内，打托马内，打托马内。我托马是开始，开头，起始，开始。托马，乃是从开头，从开始。后边，他们帕尔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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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不要那个的，是最后，他妈是末尾末了，最后，最后的，然后帕尔多，帕尔多是从什么到什么，就是一直是什么之间，帕尔多就是在什么之间，从前边如果有从，它这就是到什么，就是到这儿一直这个期间，哎，这个中间一直如何如何。现在他就说我从头到尾，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这个期间，帕尔度就是这个期间一直怎么样，后边就是在这个期间我一直是怎么样，一直是什么状态呢？后边这个状态破比娘妈zam比，破比娘妈zam比，破比娘妈zambi，破比娘妈zambi，破布不要的，先破布，破布布就是毛，布就是毛，后边那个布就是毛，
跛步就是汗毛，哎，跛步就是汗毛，就是咱们身上这个就看都好像看不见的这个汗毛，哎，咱们有时候也叫毫毛，哎，娘妈是根儿，是量词，娘妈是根儿，哎，一根啊，这个一根毫毛，咱就是连一根毫毛也没有，哎，就是这个，就是它否定句子里头就成了。如果要是肯定句呢，就是只有一根毫毛，就是哎，如果肯定句，这就是仅仅一根毫毛，只有一根毫毛。现在呢是否定句，所以就变成了连一根毫毛也没有。娘妈咱的的后边是加了一个的，加了个的是的什么呢？绝被甚美，绝被甚美，绝被甚美。绝被甚美。说我连一根毫毛的后悔心，绝吧是后悔，甚是心，我连一丝一毫的后悔的心都没有，哎，都没有，意思就很明确。就否定句里头就是连这一根都没有，哎，否定句里头，你看他译的说，我至始至终连一丝一毫的后悔之意也没有。这就是佛在做忍辱仙人的时候啊，这个经常修忍辱，哎，付出很大的牺牲。这个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呢是这个帝释啊，什么夜叉呀、化形夜叉呀、化形什么人呐、来试验菩萨。试验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帝释会现原形去问他说：“你这个当中不后悔吗？”他说：“我这个当中没有后悔。”说这个这个正好有人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佛当时比如说歌利王割那个肢解他身体哈，砍他手砍他脚，他疼不疼？这个金刚经啊，佛是这么解释的，说我当时呢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当时佛是无四相的。无四相就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证了无相，实际上证了这个见了道的，是证了无生法忍的，是见到位以后。所以呢，如果不是见到位之后，他不能这个就是把四相空掉。哎，这个四相它不光有分别我执的四相，它还有具生我执的四相。你具生我执的四相，我们凡夫是空不掉的。所以他只要他一感觉到疼，他一定起嗔心。所以那个是你不是具生我执，是不受你控制的。所以说这个佛这个忍辱仙人的时候啊，他是见到位以上，他是真正的菩萨。这样呢，他才这个就是能够空掉四相。他如果空掉四相了，他就没有嗔心，他不疼的，哎，他是不疼的。哎，对，他无我了，这是正道无我，不是那个嘴头上说无我。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他确实是一丝一毫。你看他这个话说的很确切。你如果有具生我执啊，你根本不可能做到一丝一毫后悔之意都没有。哎，那个嗔心是自然具生我执嘛，它是自然起来的。所以说这个当时佛呢，确实是在见到位之后是真正的菩萨，不是这个出发心菩萨。哎，他就是后悔之意一点都没有。好，这个语法意也明白了，咱们就读一下啊。达托玛内他没帕尔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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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比娘妈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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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被甚美，绝被甚美，绝被甚美，绝被甚美。哎，好。这有一句这个语法意义的话啊，说藏有时用在名词之后呢，也表示仅仅或连什么也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它这个前边是放在数词后边，就是说咱们放在数词后面，就是仅是这几个，连这几个也没有。说它有时候放在这个名词后边啊，也表示这种意义。
咱们来看具体例子啊，就是本来那个一般就是它是放在数词后边说就这几个或者连这几个都没有。现在呢，它这种意义也可以用到名词身上，咱们来看具体例子啊。达塔达 kim 了，达塔达 kim 了，达塔达 kim 了，达塔达 kim 了。我现在 kim 是这个家，拉就是在家里。我现在也可能在家里，也可能有其他意思。这个地方就不是在家里的意思，是其他的意思。咱们看后边动词啊。돌잠도 진대， 돌잠도 진대， 돌잠도 진대， 돌잠도 진대。 돌是坟墓，前头出现过一次，就是有一个那个倒了霉的妇女，什么那个她丈夫让蛇咬死，儿子让水冲走，是这个什么那个里头有这个土儿坟墓。说这个脏这个地方呢不是否定句，那就是仅仅的意思，就是指的意思。这个读仅是取，仅是拿着直持取。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咱们来分析一下啊。说我呢现在取直持，抽象意义啊，认为这个持什么观点，就是有什么看法，也就是怎么认为。所以这个拿着呢，有时候抽象意义只拿着一种观点，持一种观点就叫认为。我现在认为图前边就是认为成，就是它集体页格认为成什么，认为成什么的，认为成只是坟墓，仅仅是坟墓，只不过是坟墓。我现在认为只不过是坟墓。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你认为什么，把一个主语认为成宾语嘛？你把什么东西认为成只是个坟墓呢？就是前边这个拉。我对于家，我看这个家，我把这个家，我对于家的看法，我现在就只把它看成的只不过是个坟墓。这个相当于这个维摩诘那样的观点了。就是这可能是一个准备这个出家的呀，或者是反正就是这样的人了。但是他这个观点呢，就是像那个维摩诘老菩萨一样，就是什么呢？我现在把家，对于家，我的看法呢，我是把它看作呢，它仅仅是个坟墓，它不过是个坟墓。你看，这就是这个把一切法啊看空了。就是说家跟坟墓没有区别。不就是放着几个尸体吗？然后啊，琼麻汤普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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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妈，琼是小，妈是女性，就是妻子，普木是女儿，妻子和儿女，妻女，拉跟前边句式一样，对于这个妻女把妻女看成什么呢？看成是扎咱们都 same 所，扎咱们都 same 所，扎咱们都 same 所，扎咱们都 same 所。扎是敌人，掌握敌人，咱们都仅仅是敌人，不过是敌人。图 same 是想，心想，想也是认为。我这么想，也就是我这么认为。我把妻子跟女儿呢，也认为只不过是敌人，也认为他仅仅是敌人，仅仅是仇敌。为什么妻女是仇敌呢？因为这是这个轮回的因呐，这是那个妻女一切这一切都是在造轮回的因，当然呢就是我们那个修行人的最大的敌人了。这是从这个法义上来说的，并不是说真的把这个妻女就当成这个敌人啊。
它这个仅仅呐，也有这种含义，就是说我仅仅是在修行意义上把妻女看作仇敌，因为它是跟生死轮回顺的，是与这个解脱相悖的，仅仅是这个意义上把它看作仇敌，并不是在这个就是说你要是在这个众生关系上，那还是我的前生父母，还是我的大恩人了，还要报恩了啊。它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它这个仅仅也有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仅仅呢，有时候可以译成什么呢？不过，只不过，或者说简直是啊，就是还是强调，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突出这么讲。好，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用在名词后边，不用在这个数词后边，用在名词后边呢，也会有这种意义，就是只不过是仅仅是什么？这个否定句呢，可能下边我估计可能就是否定句，它会这个它会有那个连什么也的意思写出来。咱们读一下啊。达塔达 kim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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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咱都进的，土儿咱都进的，土咱都进的，土儿咱都进的，琼马汤普木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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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咱都 same 索，扎咱都 same 索，扎咱都 same 索。扎咱都 same 索。下边看这个咱们用在名词后边否定意义的啊，给别没吧。给别没了。国王说什么呢？说既却给 Kim 呐，既却给 Kim 啦，既却给 Kim 呐，既却给 Kim 啦，既就是什么？怎么？这个发生疑问了。既什么？怎么？您的家在您的家里，在您的家里，在您的家里，这是个地点状语了。后边的事情是，注意这儿在这个没咱们后边加两个词，印的丢了两个词。没咱们后边是羊，牙啊羊，牙啊羊，牙啊羊。对，就是前头出现过多次了，羊，打一个点儿，再加一个词，迷，马给顾迷，马给顾迷，那个，养迷，然后再打一个点儿，然后后边再接后边这个比当，咱们来读一下这句啊，没怎么样，米比当，没怎么样，米比当。没怎么样，米比当，没怎么样，米比当。没是火，这是后边有米是否定句，连火也，阳是也，连火也不比生吗？生火的生，烧火的烧。这个比呢两个意义，一个是烧火，就是把火烧起来点起来升起来，一个是吹奏，吹喇叭吹笛子吹乐器吹奏，两个意思。比这个地方就是取这个生火的生的意思，说什么在你们家里连火都也不生吗？这是那个国王啊，到一个这个大富长者家，大居士家，那个居士家那个就是供养他嘛，供养他呢，他进去之后啊，闻着屋里头特别香，然后他说这是什么香啊？这个说这是我们这个供的香，说这个怎么会这么香呢？他说这不是地上的香，这是天上的香。他那个大富长者的老婆呀，原来是天女，他烧的是天上的香。说说就是这个香啊是不能混合那个就是地上的烟火。国王就奇怪了，什么？那你们家连火都不生吗？因为你一生这个火一掺和，它不是那个天上的香就不香了吗？啊，他说你们俩连火都不生吗？啊，人家就是不生。所以这个
人间啊，什么怪事都有。实际上这也不是怪事，都是因缘法嘛。他有这个因缘，他就这样的生活很正常。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在火字后边，名词后边加 zam， 又是否定意义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连火也不生吗？就变成这个，就跟上边那个数放在数词后边一样，连一个也得不到。就是在名词后边也可以这么用。好，咱们来读一下啊。给别没吧，给别没吧，即可给 kin 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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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怎么样，你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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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后边这个 dam， 这就是那个妈，就是重复前一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加个麻，就是啊，你看这个加个麻，跟咱们汉语里头那个妈，什么什么妈，正好发音一样。这个就是个妈，就是不生吗？好，zam用在动词之后，前边是用在数词之后，用在名词之后，现在呢用在动词之后，这个意义不一样，它就成了表示什么呢？是刚刚勉强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刚刚做了什么，勉强做什么差不多做的差不多，就是也是表示这个基本含义还是仅仅指的意思。但是在做动作上呢，就是表示刚做过，这个刚能做到，就是表示这种仅仅的意思了。刚能做到，就是差一点就做不到了，就这种刚刚，差不多。咱们来看具体例子啊。普木 kim 给囊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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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kim 家的囊里面，从家的里面，这个家呀跟屋，一个是家，一个是屋，这个地方就是屋，从屋子里面，女儿从屋子里面，女儿从屋子里面干什么呢？紧巴亲别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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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紧巴亲包，大师，这是那个释迦佛在某一生做菩萨的时候是一个王子，叫大师，大师的名字。大师的盖声音，这个盖也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话，也可以是这个语句了。这地方就是大师的声音。后边啊，贴吧咱们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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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吧是听见，听到，不光是听，是听到。咱就是刚一听到，听到是一个动词了，咱放在后边就是刚一听到，就一听到，就是你去体会它这个意思啊，仅仅就是只听到了声音，下边见面啊什么那个都还没发生，就是只是听到了声音，就是刚听到声音，刚一听到声音，就光发生听到这一件事儿，刚一听到声音。He 是这个肯定，就是那个咱们说过啊，我想一下啊，一个是句格，就是一个是肯定，就是刚一听到声音，有没有其他的意思呢？也许有原因句的意思，就是由于他从屋里头，注意前面这个从屋里啊，是这个女儿，因为她在屋里，所以她只能从屋里听到。那个大师还在外边，他从屋里听见声音，还不是在外边听见的，在屋里头听到外边他的声音，这个也可以这么着吧，就是做一个原因句。由于他在屋里刚一听到大师的声音，发生下边的事儿也可以啊。咱们来看啊，果期那盖查巴迪，果期那盖查巴迪，果期那盖查巴迪，
国七那盖查巴迪。国是门，七是外，拿是在门外。他刚一听到了呀，最后一句话是麦吧，就是麦索，就是说，这个女儿啊，她在屋里刚一听到外边大师的声音，她就说了这样的话，说什么呢？说在门外，盖话查巴是发出、说出、喊出、发出声音，说出话。哎，这儿就是说出话。敌就是这是在门外发出声音的这个，这是指人了。这个啊，说在门外发出声音的这个人，那这个发出声音就成了一个或者叫同位语，跟这个敌发出声查巴就变成了一个发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者。这个发出声音的人，这个说话的人，在门外这个说话的人，下边코미에 킴텁 인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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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是女性的，코워是男性的，코모是女性的加的，我的 킴텁 kim 是家， 텁是造，就是生火的造，一个火一个土，家跟造合起来就是夫妻。哎，这个如果说也可以说房子跟灶，那就是丈夫是盖房子的，这个妻子是管灶火的。哎，合起来这就是一个家。哎 ，kimtep 这就是夫妻。说我的是说在门外发出说这个话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夫妻，就是我的夫妇。所以这儿你这个话就不能这么翻了，就是说你要是女的说呢，那就是说就是我的丈夫；你要男的说呢，就是这是我的老婆。哎，所以呢，他这个用的是夫妇这个词儿，说我的夫妇。哎，就实际上就是如果除了说话这个人，就等于说女儿说嘛，那就是说他就是我的丈夫。斜帕玛拉麦索，斜帕玛拉麦索，斜帕玛拉麦索。斜帕玛拉麦索。你看这回这个麦跟斜分开了，就是说斜是指的那个所说的话，斜前边就是所说了这么多话，所说的话。然后呢，对父母说了所谓的这么样的话。哎，这样来翻。这个语法意义呢，就是前边那个把脏放在动词后边，上边就是那个却把脏给，就是仅仅听到，刚一听到，其他的还没发生，就是一听到，他就说，一听见大师在外边的声音，他就跟对父母说，哎，门外这个在屋外说话的这个人，这就是我丈夫。就是证明他这个熟悉啊，哎，有这个第六感觉啊，或者是什么。不过他听见声音了，这就很那个确切了啊，就这么个意义啊。这是在动词后边，这是个肯定的，就是仅指刚一听到，只听到，哎，刚听到的时候，还没发生别的事儿，他就做出判断了，这么个意思。好，读一遍啊。普木 kimgi 囊内，普木 kimgi 囊内。普木 kimgi 囊内，普木 kimgi 囊内，紧巴亲别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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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把脏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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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七那盖查巴迪，国七那盖查巴迪，国七那盖查巴迪。国七那盖查巴迪，这就看这个查巴究竟是读查巴还是查巴，就要看它是动词还是名词。这个地方呢，它先把它跟盖是用的动词，但是跟后边迪呢，它又用的名词，这就是一词两用。所以这个时候啊，这就是你自己来处理，哎，怎么读
我觉得是要强调它跟后边这个迪的同位语的关系，就读成名词，所以咱们读一个查巴。再来一遍啊，国七那盖查巴迪，国西那盖查巴迪，科灭 kim 特音咯，后面 keep 特音了，科灭 kim 特音咯，后面 keep 特音了，写帕马拉麦索，写阿妈拉面。写帕马拉麦索。休息一会儿。